Galifan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过去的几期视频中，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大家的点赞和在评论区的留言，我也收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有认真阅读大家的评论，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建议。这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带来10个新西兰常用的毛利语和毛利短句。在介绍的过程中，我会详细的讲解这些单词以及它们的中文翻译，也可以让更多想了解和学习中文的人了解一下中文发音。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单词是 kai， 它的中文是食物。在毛利文化中，食物 kai 不仅仅是生存的必需品，也是家族和人们团结的一个重要的联系媒介。在举行完活动之后，与中国习俗很像的是，毛利人也会团聚在一起，分享食物。大家会以这种方式来连结彼此之间深厚的感情，来体现对长者的尊重以及对小一辈的关怀。分享食物的概念也与中国的团圆和关怀非常相似。说到团圆，那下一个单词我给大家带来的叫 whānau。 whānau 的中文是家庭、家族或家人。whānau 家庭、家族的概念是毛利文化的核心。与中国文化相似的是，比如说我们参加的一些社团或组织，以及在工作的场所，在中文里我们会说我们是个大家庭，在毛利语中也是非常相似的，也可以说 This is my whānau, This is my work whānau。 这个词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的 kainga 的概念有所不同。kainga 是实体上的住所，它的中文意思是家，它代表的是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下一个单词是 mahi， 它的中文是工作。这个单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 Let's do the mahi， 让我们一起工作吧，或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如果表扬某人做得不错，我们也可以说 Good mahi。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短语是 ka pai， 它的中文是好、不错、很棒。与之相似的短语也有 tino pai 或者是 kite pai， 这些短语都是好、不错、很棒的意思。pai 这个词就是好的意思。下面我要介绍的单词叫 hui， 这个单词的中文和毛利语发音以及意思都非常相似。hui 的中文是会议。在毛利文化中，会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或商量某件事情，它的目的是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被听到。下一个单词是 aloha， 它的中文是爱。aloh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毛利概念。aloha 的概念贯穿了毛利人的日常生活，爱的分享流动在家庭与社区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中。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单词叫 koha， 这个单词的中文是礼物或者捐赠。koha 的概念不仅仅限于金钱物体的捐赠，也可以是精神上或者是劳动上的帮助。有些活动在请函上我们会经常看到 koha based 一般是指接受不同形式的赠与，让爱在社区和活动人与人之间进行流动。在毛利文化中，分享和给予是重要的建立关系的方式，它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尊重。在活动中，人们尽自己的能力和心意进行 koha， 来体现对别人的支持和尊重。下一个单词是 tamariki， 它的中文是孩子。tamariki 是 tamaiti 的复数形式。当人们自我介绍时会说 I have 2 tamariki， 我有2个孩子。我要介绍的最后一个单词是 waiata， 它的中文是歌曲、音乐。音乐是毛利人表达自己灵魂或者是社会价值观的主要体现形式。音乐在毛利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活动前和后，人们通常会以唱歌或演奏音乐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以上就是10个我为大家带来的在新西兰非常高频使用的毛利语和毛利句子，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也喜欢毛利语和毛利文化，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和评论。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o